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，敬請留意。歡迎收睇 ATV 焦點。今日嘅話題係台灣亂局，香港恩鑑。英國著名雜誌《經濟學人》最近發表咗一篇題為《笨蛋馬英九》嘅文章，指馬英九總統執政5年，台灣嘅經濟一塌糊塗，民眾嘅生活唔單止未見改善，反而大幅倒退，薪資水平返去10年之前，房價飆升，出口衰退。馬英九上任之初，民眾曾經對佢寄予厚望，以為佢嘅青年形象可以令台灣一洗陳水扁時期嘅貪腐風氣。佢較為溫和嘅兩岸政策可以有助台灣經濟發展，但5年落嚟，諗唔到馬英九嘅政績卻如此不堪，佢嘅民望亦都大跌到唔夠2成。最新嘅一項民調結果更低到只有13%。台灣民生凋敝固然有佢嘅社會原因，例如世界經濟低迷、歐美市場萎縮，執政國民黨又有一個實力唔弱、時時同佢對着幹嘅反對黨民進黨。但係馬英九嘅個人性格同埋施政作風亦都難辭其咎。馬英九其人可以稱為一名法將，謹小慎微、目光短淺，缺乏一位政治家所應該具備嘅開闊思維同埋眼光。要去臨危受命，擔當起領導台灣振衰起弊嘅重責，實在難為去啦。經濟學人話佢無法擘畫願景，該硬嘅時候唔硬，又有甚者政策朝令夕改。一遇反對或者批評就會自亂陣腳，首先就考慮退卻，盡顯佢優柔寡斷嘅個性。例如油電加價引發民怨，馬英九唔係向民眾講清楚有加價嘅必要，而係馬上作出讓步，延期實施。又例如釣魚台爭端，對咁樣能夠爭取民意支持嘅議題，佢都唔敢對日本講幾句硬氣嘅話，而係企圖能夠同日本各讓一步，相安無事。如此軟弱無能嘅領袖，喺平常年境同埋正常社會都未必能夠做到勉強維持。無論喺如今呢個風高浪急嘅時期，同台灣呢個亂如七國嘅社會，焉能有效施政？香港同台灣嘅政局好有相似嘅地方。台灣社會嘅撕裂係因為有統獨之爭，雖然港獨問題微不足道，但香港亦都存在一股為反對而反對嘅勢力，佢哋事事泛政治化，對好單純嘅民生議題，亦都要千方百計咁搞到爭拗不斷，且抗日持久，令到特區政府施政處處受阻，舉步維艱。社會撕裂嘅程度，即使唔比台灣嚴重，亦都好唔到去邊。我哋應該以馬英九為鑑，以台灣為鑑，竭力避免香港社會台灣化，否則台灣嘅今日好可能就係香港嘅明天。